姐妹大家晚安。我们今天要进入我们6月2号第2天的共读。我们要开始以前，我们请佑佩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也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主啊，请帮助我们有预备的心，在读你的话语的时候能专心听，能吸收你的教导。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是我们的力量。主啊，我们渴慕你，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阿们。好，谢谢佑佩姐。那么接着要请美英执事来带你们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的第2章，从第1节到第15节。好，我来攻读神的话语。2章1节，首先我劝你要为所有人向上帝祈求、祷告、代求、感恩，也要为君王和所有在位的人祷告，使我们能过着安宁、和平、端正、敬虔的生活。这是好的，是我们的救主上帝所喜欢的。上帝要人人得救，都认识真理。第5节，这真理就是说，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之间有一位中间人，就是成为人的基督耶稣。他牺牲自己，为要使人类得自由，证明了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上帝要人人得救。为了这目的，我奉差遣做外邦人的传道者和使徒，做教师，来使他们相信并认识真理。我没有撒谎，我所说的都是真的。第8节，在各地方的聚会，我希望人能祷告，虔诚地举起手来祷告，不发怒，不争论。我也希望女人穿戴朴素大方的衣饰，不要以奇异的发型、金饰珠宝或高价的衣裳为装饰，要有好行为，跟自己所表白的信仰相称。女人要默默地学习，事事谦卑。我不准女人教导人或管辖男人，他们要沉默，因为上帝先造亚当，然后夏娃。第14节，被诱惑的不是亚当，而是女人。她被诱惑，违背了上帝的法律。但是女人若安分守己，持守信心、爱心、圣洁，就会因生儿育女而得救。以上。好，谢谢美英姐。好，那我们昨天读到了提摩太前书的第1章。好，那有大概讲到提摩太前书写作的背景是在保罗离开罗马监狱之后第5次布道旅行的行程。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保罗的教牧书信。好，13封可以分为旅途书信、监狱书信，还有教牧书信。好，那这旅途书信分别在第2次、第3次的布道旅行当中所写。监狱书信是第4次布道旅行在罗马监狱所写。好，那教牧书信其实是离开罗马监狱之后的第5次的旅行当中所写。好，所以提摩太前书是在保罗殉道前的一卷书。那这3次的布道旅行留下了这6封的书信。加拉太是在安提阿、帖撒罗尼迦前后都在哥林多写。哥林多前后书分别在以弗所、马其顿写。罗马书是在哥林多第3次布道旅行的时候所写的。而在罗马监狱当中写的以弗所、哥罗西、腓利门、腓立比这4卷书。那保罗又离开罗马监狱之后，又在马其顿的腓立比写下提摩太前书，到哥林多写下了提多书，最后到罗马监狱要殉道前写下了提摩太后书。所以我们这17天当中会来读提摩太前书和后书。好，那配合着这个使徒行传和使徒行传没有记载的29章之后的内容，我们可以更加看见上帝一路与保罗同在。那昨天有讲到提摩太，提摩太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尊敬神、尊荣神。
好，那他的父亲虽然是外邦人，好，但是他的妈妈、他的外婆，好，都是犹太人，好，所以他也是半个犹太人。那他的妈妈和外婆都是非常的虔诚，好，所以从小就让提摩太明白圣经哦，所以提摩太受到这个犹太的这个摩西的律法的教导，而且当他信主之后，在路斯德以跟那弟兄都称赞他，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提摩太前书都称他是有忠心的儿子，也称他说因信主做我真儿子哦，所以保罗看他是非常的看重他。好，保罗的儿子有3个，好，提摩太、提多，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腓利门书好里面这个逃跑的那个仆人，好，逃跑那个仆人，好，就是保罗在书信当中称为他的儿子。保罗在腓立比书当中称赞提摩太为了兴旺福音与他一起同劳，并且对待保罗像儿子对待父亲。保罗也按手跟长老一起为他按手，成为保罗的同工，来继续传扬上帝的道。所以保罗说不要叫提摩太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7节上都做信徒的榜样。那我们昨天有提到提摩太后来也被关在牢里，那在希伯来书13章，但是已经得到释放。传说提摩太最后是在以弗所，就是保罗把他留在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是被乱棍打死，甚至还有一个年纪就是52岁，所以提摩太这时候可能是未满30岁，在这边传道到他50多岁哦，所以是上帝敬重的仆人。虽然保罗书信或是圣经当中提摩太都没有说过任何一句话被记下来，但是保罗13封书信里面有10封都可以看到提摩太的名字。昨天我们看到第1章前半段，就是保罗从这个离开来到了这个马其顿，然后对以弗所教会的命令就是要停止错误的教义，而保罗这样的命令是出于爱，那这样子的爱是为了要把福音，不是宣传律法的这个牢笼，而是宣传福音健全的教义。第1章的下半段，保罗为他的生命献上感恩，因为能够跟主连结。那他提到耶稣基督降世是救罪人，甚至他是罪人当中的罪魁，都得了绑救，得了拯救，所以保罗成为他们的榜样，也劝提摩太打那美好的仗。这美好的仗就是把上帝的话、上帝的道来传开，让上来为此而征战。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结局，提摩太的结局，他们都为了上帝的话而奔跑而努力。今天我们继续看第2章，好，那这一段呢，是第2章是我们蛮常听到，但是也蛮容易被这一段经文给捆绑的地方。保罗劝要为所有人祷告，并且要为君王在上位者祷告，能够过着安宁和平、端正敬虔的生活。好，那为什么保罗要提到君王？好，那我们可以去了解，在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代，罗马帝国时代，那时候的君王是谁呢？好，那时候君王就是大大赫有名的尼禄、克劳狄乌斯、凯撒、奥古斯都、日耳曼尼库斯，就是尼禄皇帝。尼禄的妈妈叫做阿格里皮娜，她是罗马始皇帝奥古斯都的孙女，那也是现任皇帝提贝里乌斯的侄女。阿格里皮娜最早嫁给一名文官，生下尼禄。尼禄3岁的时候，父亲病死，阿格里皮娜成为寡妇。阿格里皮娜很年轻，改嫁很正常，但是她却色诱自己的叔叔，而成为罗马帝国的皇后。阿格里皮娜对权力异常痴迷，她处心积虑怂恿老皇帝将尼禄做他的继承人，就是他的叔叔，后来成为他的先生。为了强化这层关系，还将老皇帝的公主乌大维亚嫁给自己的儿子尼禄。这样老皇帝一死，罗马皇帝的宝座就是尼禄。可是他的先生也是他的叔叔，老皇帝60多岁，身体非常硬朗，所以甚至还经常表露他是要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所以阿格里皮娜呢，避免夜长梦多，勾结4位长官在食物下毒，毒死老皇帝。所以17岁的尼禄在他妈妈的操作运作，成为当时罗马最年轻的皇帝。尼禄在位主后西元54年10月13号到西元68年6月9号，总共在位13年又240天，从17岁到30岁。
尼禄是一个表面功夫的人，在元老院发表第一篇演说，受到元老们的普遍称赞。掌权后，尼禄顺应天意人心，实行仁政，就是禁止让人和动物血拼的血腥罗马竞技运动，废除了各种极刑，削减了税赋，甚至宽恕那些写诗来讽刺挖苦尼禄的人，赦免那些因为反对他而入狱的人。罗马的元老们都觉得尼禄将功勋卓著，在罗马历史留下记录。但是尼禄当上皇帝之后，他的妈妈就是太后阿格里皮娜变得趾高气扬。尼禄不喜欢老皇帝的女儿乌大维亚，却喜欢一个漂亮的女奴。阿格里皮娜非常生气，就会干涉他的私生活，所以尼禄更生气，说我是罗马皇帝，我爱怎样就怎样。可是他的妈妈说，你确实是罗马皇帝，但是不要忘了，谁让你当上皇帝，我能让你上位，也能让你退位，让你的弟弟兄弟当上皇帝。妈妈的威胁让尼禄又惧又恐又怒，他先将自己的哥哥秘密下狱并处死，同时谋划杀掉自己的妈妈，又邀请妈妈跟自己一起坐上一艘豪华的大船出海游玩。在晚席间，亲自为妈妈来斟酒，不停的道歉。阿格里皮娜非常的高兴，认为儿子终于向自己臣服。殊不知，这是尼禄让他放松戒备的方式。不久，尼禄告退，让妈妈独享这艘大船和美景。没想到尼禄刚刚一走，大船便在一声巨响中开始沉没。阿格里皮娜吓得慌不择路，跳水求生。但他会游泳，所以在众多侍卫帮助下，勉强逃回自己的别墅。没想到尼禄也在这边有埋伏。惊魂未定的阿格里皮娜刚到家，一群卫兵大叫着奉皇帝之命诛杀阿格里皮娜，便将利剑插入了阿格里皮娜的胸膛，就死了。同夜，尼禄还派人杀了自己的老师，放逐了自己的妻子，也就是老皇帝的女儿乌大维亚。所以我们看到，尼禄这个皇帝非常的冷血。不久之后，尼禄还一不做二不休，下令将他的妻子乌大维亚抓起来，绑在一个极热的桑拿房里面，亲手在桑拿房里面切开乌大维亚的血管，让他在流血和窒息中痛苦的死去。之后，他还割下乌大维亚的头颅，将它当作礼物送给自己的情人，叫做波比亚萨宾娜。乌大维亚在罗马得人心，所以他的死带给罗马人巨大的悲痛，包括尼禄的亲卫队就开始逐渐不忠这个残忍的皇帝。从此以后，后党作鸟兽散，尼禄失去最大的掣肘，恶魔撕下自己伪装的面具，元老院再也没办法辖制这头野兽。而主后64年，尼禄派人火烧罗马城，这就是非常有名，将整个罗马城付之一炬。他自己站在皇宫的尖塔上，看着冲天大火，手舞足蹈，朗诵古希腊文学中描写特洛伊城邦覆灭的诗篇。大火过后，尼禄也没有想办法重建罗马城，而是下令装修皇宫，给餐厅换上能够旋转的天花板，让它一边旋转一边一边向下抛洒花瓣香水，修建富丽堂皇的大浴池，可以灌入海水成为海泳池，还能够灌入热水做澡堂温泉。穷奢极欲，比酒池肉林有过之而无不及。无法忍受尼禄的暴政，罗马人在公元68年，也就是乌大维亚死后的第6年，发起了义勇队。罗马帝国的总督号召人民起来反抗，连尼禄的亲卫队都加入了起义军。众叛亲的尼禄逃出罗马，在荒郊野外自杀。自杀前，他甚至还在咏叹，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就要陨落了，多么可惜！为自己自怜自哀。尼禄死后，罗马帝国进入了1年的4个皇帝的内战，最后是维斯帕先获得罗马皇帝的权力，成为新的罗马皇帝。所以从盖乌斯·乌大维的朱利亚·克劳迪王朝进入了维斯帕先的弗拉维王朝。那这一段呢，是来自这本书《罗马12帝王传》的这个内容。对照起来，就是在保罗在写提摩太前书，到他后来写提摩太后书那一段期间所发生。虽然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保罗提到为在上位者为君王祷告，君王是谁？就是尼禄。所以保罗说，为所有人也要为君王祷告，让我们能够安宁和平端正前进路的生活。
如果有这样的皇帝，有这样的总统，大家有办法好好的生活吗？然后保罗又说，上帝要人人得救，认识真理哦，不是只有过奢侈的生活。真理就是只有一位神，在神人之间，就是成为人的耶稣基督。耶稣牺牲自己，使人得自由，使人人得救。而保罗他不追求罗马人所追求的这个酒池肉林，而所追求的是要传扬神的真理。所以说，为这目的，奉差遣做外邦人的传道人和使徒，使外邦人能够相信并认识真理，并且知道保罗所说的都是真的。所以第2章的前半段1到7节，保罗提到要为万人祷告，包括为君王，就是尼禄皇帝，使人民得平安。祷告是好的，因为我们能够借着祷告使神得悦纳。保罗也提到神要人人得救，这个得救是透过真理，真理就是中保耶稣基督。而这样的事情已经得到证实。保罗在1次、2次、3次的布道旅行，来到了罗马监狱，离开了罗马监狱，现在来到了腓立比。保罗都知道上帝怎么样用他的道、他的话与这群传福音的人同在。保罗也说他自己告诉提摩太，他自己也是奉差遣做传道、做使徒、做教师，要帮助使万人相信真理。所以上帝要人人得救，都认识真理。第2段8到15节，在各地方的聚会，保罗说，我希望男人祷告虔诚的举起手，不发怒，不争论，也希望女人穿戴朴素大方衣裳，不要以奇异发型、金饰珠宝或高价衣裳为装饰，要有好行为跟自己所表白的信仰相称。女人要默默的学习，事事谦卑。所以特别是在提摩太前书的第2章这一段很容易让人教会好像就是一个沙文主义，就是强调男人就是举手祷告，女人就是闭嘴安静默默学习。甚至13、12节，保罗说，我不准女人教导人或管辖男人，他们要沉默。所以会认为保罗他是一个非常的大男人主义。因为保罗说，上帝先造亚当，然后夏娃，被诱惑不是亚当是女人，夏娃被诱惑违背上帝律法，但女人若安分守己，持守信心，爱心圣洁，就会因生儿育女得救。那回到是创世纪第2章，人的堕落和上帝的咒诅那一段。但是呢第3章，对不起，第3章，但是呢在这个经文的背景，如果我们刚才看完了这一个罗马皇帝的故事，我们就不会太快的跳入到这一段的文字当中，认为保罗是在讲男生就一定要怎么样，女生要怎么样。其实我们要很小心，男人不是指丈夫，不是指先生，是指所有的男性。在随处祷告，举手祷告，不是说在教会祷告，而是在整个国家、整个罗马帝国要祷告。而这个祷告呢，不是要来抗争，而是用祷告为在上位者、为万人、为众人、为在上君王来祷告。女人也不是指太太、妻子，变成妻子是先生的附属品，而是指所有的女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尼禄的妈妈，这个母后，她的作为，而不是借着外表打扮，因为尼禄就是很注重外表，很这个看外貌，而要有的是善行，这个善行是信仰所结出来的果子。所以保罗提到说，不许女人讲道或教导或管辖男人，因为弟兄比姐妹更清楚旨意，而且是女人被诱惑。那我们知道，虽然这是在指到创世纪，这个亚当夏娃在伊甸园怎么样被诱惑、被试探，然后而离开神，离弃神，但是上帝也说，如果他们在上帝面前，就会在生产的事上来得救。因为男生工作，是因为男人背弃神的咒诅，必须要泪流满面才得糊口。女生有生产之痛，也是因为女人夏娃，夏娃的意思就叫做女人，在离弃了神所带来的这个原罪。这个雕像呢，这个雕像就是尼禄跟他的妈妈阿格里皮娜。那我们可以从这张雕像呢，很清楚看到妈妈把她的手放在儿子的头上的王冠，那时候的罗马皇帝都是戴桂冠。那握着王冠呢，就是表示对尼禄的控制。
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说，我不准女人教导人或管辖男人，他们要沉默。好，我们可以更容易来理解，好，他不是在指教会内的情形，他可能在反映的，好，是当时社会，好，整个国家甚至整个罗马帝国，好的这个情形，好，那就是已经失去了那个分寸。所以保罗说，他希望男人祷告，也希望女人，好，不准女人管辖男人。他有2个希望，有一个不准。希望就是男人祷告女生的好行为，而不要去颠倒上帝造男造女的顺序，因为上帝造男造女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并且创造说那个男人独居不好，所以上帝为男人造了一个女人来帮助他，而且是从哪一根骨头呢？是从肋骨拿出来。肋骨就是保护我们的心脏，如果我们心脏没有肋骨，可能这样随便拍一下，我们的心脏就会受不了，可能就会心脏休克。但是因为有这些肋骨，所以让我们的心脏能够继续的跳动。同样，男人的世界、男的生命、生活当中，因为有女人的同在，所以让男人得到了保护和遮盖。所以这是上帝创造的原意。但是我们在用这一段提摩太前书第2章的时候，我们要小心。男人要做的呢是祷告而不争论，女人要做的呢是谦卑，与自己所信心相称，就是要顺服神，顺服她的丈夫。虽然这段经文没有讲到直接讲到丈夫和妻子，讲到是男人和女人，但是即便是妈妈和儿子，但是也有男女之间上帝所造的差别。好，若安分守己，就会在生儿育女得救。那所以这个皇帝的家族的故事呢，那在这一章当中呢，就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对照。那牧师不是说我这样的解经就100%正确，但是牧师去找这些的资料，跟做这样子的结合，在年代上，在环境上，还有在当时当中是可以对照的起来。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2章的下半段，男人要祷告，女人要见证，并且都要认识尊重权柄。男人的祷告是随处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而不是跟人家吵闹，不起争论。女人的见证不是用她的外表美貌，而是用她的内在美胜过外在美，并且内在美是来自于对真理的学习所得到的智慧。所以在我们在读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也有提到在母亲节送给大家好的那个全联礼券的红包袋外面，也有提到这样的经节，就是要以圣洁装饰来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为宝贵的。而当男人祷告，女人见证，我们才能够认识尊重权柄。好，那皇帝虽然有上帝给他的权柄，那要尊重上帝所受的权柄。那受引诱跟受引导，夏娃是受引诱，但是夏娃应该要受引导，而不是离开了亚当的遮盖，去听到外面蛇他的引诱，而是应该在亚当比较起来，亚当是继续听上帝的话，所以他不敢去接触那个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但是夏娃离开了亚当的遮盖还有引导，而去接触那个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并且听了外面蛇的话，以至于又回来引诱自己的丈夫，所以是颠倒了上帝的设计和计划，所以让上帝的祝福变成诅咒。但是上帝要因着真理恢复真理，恢复真道，让诅咒又能变回祝福。所以保罗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来祷告。所以今天的第2章这段经文提到了祷告，这个祷告是为着世界，为着万人，其实就为着对保罗那个时代来说，就是为了整个罗马帝国，横跨欧亚非的罗马帝国，特别是当时候罗马帝国的皇帝尼禄皇帝，他更是迫切需要祷告。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的元首来祷告。还好我们的国家元首没有像尼禄皇帝这样子的欧北来，但是呢，我们要持续的为在上位者祷告，因为当在上位者能够明白尊重权柄，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与神同行，
好，在这个领导者的带领之下，我们才能够得到祝福。同样，我们在教会当中，好，我们要为我们教会好的牧者来祷告。虽然牧师强调，牧师不是教会的头，好，但是至少牧师也是教会的很重要的脖子。好，没有这个脖子，我们就没有呼吸。好，所以要为牧师祷告，好，能够让教会的弟兄姐妹好都能够好过平安敬虔的生活。而男人好，不要用争论，而是要用祷告。所以弟兄很容易卷起袖子好来数牙，好，但是呢，我们应该是要卷起裤管好跪下来祷告。女人很容易好比谁穿戴的名牌包好，穿戴的项链好，头上的装饰。但是呢，女人应该要看到是内在对上帝的话语的回应，还有敬虔。相信好，当这样子的教导，这样的次序好，就能够恢复上帝所造的好，并且能够使国家、使教会、使社会好都能够敬虔度日，平安无事好，能够活出上帝的旨意。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对不起，好，有一个金句，2章8节。Therefore, I want the men everywhere to pray, lifting up holy hands without anger and disputing. 我爱查甫人，无受气，无争论，伫达所在举起圣洁的手祈祷。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国家，赐给我们领袖，赐给我们在上位者他们能够在这个位置上能够做得长久，跟我们为他们的祷告有密切的关系求你使用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总统是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与神同行，也为世界各国的领袖、领导者来祷告，让每一位领导者能够没有分论，而是都能够用祷告来取代争论。我们也为每一位辛苦的妈妈们来祷告，也为每一位姐妹们来祷告让姐妹们、妈妈们更加因着上帝的话和真理得到上帝的装饰和圣洁成为上帝眼中最美丽、最宝贵的那一位。我们也求上帝把你的话刻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听得明白，并且愿意遵行。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晚安，大家平安，晚安，拜拜，拜拜，平安。